迄营养官，因为这有卡压对无？啊，就是要互好兄弟啊讲吼，安尼这阵做会当担物件，转去做单路分无来的人食啦，知无？就是外带。对，外带。阿嬷，你搁咧写剧本？是啊，阿嬷剧本足济拢写袂完，有你要甲我斗写？我功课嘛写袂完，你要甲我斗写无？功课我都袂晓写。阿嬷，即摆是休热，我同学约我即礼拜六要去海边耍水，我敢袂当去？啥物啊？即摆7月呢，你要去海边耍水，迄才是袂用的去。阿嬷，拜六是8月，毋是7月啊。唉，我讲的是旧历的7月，7月初1就是开鬼门关，啊，迄个好兄弟拢出来佚佗。啊，咱莫去海边，咱去海边若去触犯着遐个好兄弟哦，人讲会掠交替，唉，啊，就是吼，莫去啊，就是啊啦，无鬼就袂死人啦。啊，毋是干那安尼尔，迄个禁区是偌济咧。咱暗时若出去散步，伫咧行路吼，若有闻到迄花的味足香的，毋通讲哇，安尼这物真香味啊！啥物袂用的果？迄好兄弟啊，嘛有迄落姑娘啊，啊你若闻到香味，你学老讲遮尔香，伊就其实讲你是伫咧学老，伊就会来对你。啊，佫袂用迄苦丝啊。啥物是苦丝啊？苦丝啊，你毋知哦？啊，有人毋是安尼，哪行着安尼。阿嬷袂晓苦丝啊。哎，我袂晓苦啦，我讲袂出来。啊，若苦丝啊吼，好兄弟啊，就会想讲哦。你就是要招我去佚佗哦，伊就对你，安尼你知无？哦，啊，毋是干那安尼尔，啊有禁区7月、6月拢总袂用的嫁娶。7月袂用的嫁娶，6月嘛袂用的哦。是啊，7月吼会互人讲娶鬼啊某。啊，若是6月吼，6月就是。咱规年会拄啊好一半，会互人讲娶半年某歹结条，所以6月、7月拢无人要嫁娶人。哈，那安尼我会休热，就去一半，啥物拢袂用的做。哎哟，要来去一半啦，公孙啦，若有时间阿嬷就带你去佚佗。咱即马吼是无重视，迄较早是偌重视咧。较早吼，咱若7月时。爱用普渡，爱徛灯锅，抬猪倒院。啥物是徛灯锅？徛灯锅你毋知影？徛灯锅吼，就是若普渡的时阵吼，啊，就安尼用一支迄个竹丝安尼，足长的吼，啊顶悬甲一个红布啊，啊咱若咧普渡的时阵，啊，就踩伫迄边仔吼，意思就是讲要通知好兄弟啊讲。哦，遮有青草通食，来互阮请哦，啊保庇大家平安。啊，抬猪倒样哦，啊，迄就是讲抬羊啊，抬猪啊，啊抬牛啊，就是讲吼，羊啊是足有效的。细汉的时阵吼，若要甲因阿母食奶吼，2支骹拢爱跪咧，咧甲因妈妈食奶咧。啊，所以讲希望讲咱的子孙会当像羊啊安尼。安尼久久都遐尼正有效。哦，啊若猪咧？啊猪哦，啊猪就是讲要互咱的子孙啊，安尼知书达理，安尼你知无？啊，佫毋若安尼哦，啊，著爱佫准备3牲。啥物是3牲啊？啊，3牲哦，3牲就是讲吼，胎牲、卵牲、湿牲。啥物是胎生？胎生哦，胎生猪就是胎生啊，啊若卵生就是鸡就是卵生，啊若湿生是啥？啊湿生鱼啊，啊鱼啊就是拢伫迄水的吼，安尼淡淡湿湿，毋才叫做湿生。啊若是拜鸡就是要起鸡，啊若拜鱼就是要年年有余。
即摆人吼较简性啊啦，着准备三牲啦，有一寡水果啦、饼啦、家庭的用品啦、会食的物件，拢总会用来摆啦。会当买糖仔甲饼哦。是啊，那安尼我要来去补货，我要买我爱食的糖仔甲饼来拜好兄弟。好，阿嬷带你来去补货，看你爱食啥，补甲你欢喜。奇怪哦，若7月15来甲嘛欢喜，若是7月15吼，迄节假吼，毋是有一个迪心吗？若15月你转去去甲吼，加规涂骹，阮阿母就讲，迄就是好兄弟啊吼，摕去做气头，毋知有影无？我细汉时有影有看着，即摆你试看去看有无？好恐怖啊！好恐怖！来啦！好恐怖啊！敢若要食尔你。